各位兄弟平安，咱这个时阵，咱小可来练习咱今仔日这礼拜所要练习所要唱的吟的诗歌。请咱来掀开圣诗26首，圣诗26首，圣诗26首。祷愿感谢上帝。我毋知影伊明遐有人咧控制啊！我头仔想讲我咧控制，他底下一直要翻页翻来翻去。来第2节，来。这是咱今仔日的第1条的诗歌，第2条咱来吟咱来练这圣诗72首。这条诗歌咱进前以早嘛捌唱过，咱先来小可熟悉一下伊的迄个旋律。直接跳页 ，OK。耶稣原地都为找你，今日世界改。耶稣原地都为找你，地生我所在。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小可等一下哦吼，无遐紧。看，迄个休息的所在延长了，听咧，这个延长，关心，来个来，咱第2节，耶稣原地一生笑中，点的望着你，地传告诉所传我哩，点的听着你，看你身边的情。这条就是伫咧这个所在较特别，所以咧吟的时阵，才请对牧师OK 好。这是咱今仔日这2条的诗歌咱准备咱的心来做礼拜。兄弟平安，这是第1堂台语礼拜要开始，请关手机，安静心敬拜上帝。
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时，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6首，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咱游玩听到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面，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61篇，也就是以弗所书第2章。我来启，兄姐来应。恁才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
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又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对立，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互两边通过伊通好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包括恁这个以前离开上帝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共一位圣神来亲近拜。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石，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圣的殿归属主。请人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陪伴阮度过2022年疫情的惊吓甲不安。伫新的一年，阮同齐向你献上感恩。伫疫情时，阮有你的保护；伫困境时，阮有你的带领；伫病痛时，阮有你的医治甲平安；伫危险时，阮有你的拯救；伫软弱伤心时，阮有你的坚固甲安慰。当阮孝顺你的恩典，阮才知影你一直伫阮的身边，才知影阮一直活伫你的恩典内。感谢天父，阮嘛要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当阮伫奉献金钱、时间，也是伫关怀人的时，无法度尽心尽力，求主帮助提醒阮，用你所赐予阮的丰富资源来帮助人，互别人因为阮得到帮助，互别人因为阮的付出，看到伊家己生命的价值。天父，你就要安尼看阮是有价值的。感谢天父，阮今早知影，也真毋甘钟欣欣教授蒙主恩召，回到天父的怀抱，求主特别来安慰李瑞雄这个家族。谢谢天父，即时求你拍开阮心内耳孔，听见你透过牧师要对阮分享的信息，诚侪阮的智慧甲帮助。即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得去，就还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书15章第7节。现着我来读，所以为着荣耀上帝。恁着互相接纳，亲像基督有接纳恁。我阁读一遍。所以为着荣耀上帝，恁着互相接纳，亲像基督有接纳恁。罗马书第15章第7节。即时，咱青少年团契要带咱来学了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恩典之路。
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伊的欢喜甲感乐。今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林耀生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彼此接纳，将时间交予牧师。兄弟平安这是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满心感谢主你的听，保守阮安尼过去一礼拜久，得到主你丰盛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引带带领，互阮会通得到对主你来的平安。但愿伫你成的主日，搁一届为你伫主你的脚前，愿你用着你家己的话来对阮家己来对阮来讲。圣神亲自伫阮的中间来引带阮今仔日的礼拜，互阮对头到落尾，主你亲自帮助阮，开阮的心，互阮会通将主你的话来刻条伫阮的心内，也帮助阮，互阮会通将这话会通行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来荣光主你的名。愿你向阮恳求的声，请你的心意伫阮的中间，祈祷靠主做基督圣名，阿免。咱最近伫咧即个媒体有一件的即个新闻甲着即个教会甲着一位的艺人有关系。规个即个事件安尼会通讲已经安尼讲纷纷扰扰已经安尼一段时间，嘛对教会造成伤害。那照媒体的讲法，这位艺人也因为后来有甲伊的即个先生来做迄个协议离婚。毋管咱徛伫咧倒一边其实咱拢毋是当事者。何况咱嘛无伫现场，嘛无伫咧即间教会咧伫遐聚会，所以咱无权伫遐来发声，甲着做任何的即个评论。因为牧师会安尼讲，是因为今仔日毋但是干伫咧教会中，甚至连牧师去剃一个头毛，我嘛互人问，所以表示讲即件代志真侪人咧关心。但是咱爱真清楚知影，咱拢是罪人。就算讲牧师伫讲台面顶讲道，牧师嘛同款是罪人。所以咱有咱的迄个有限，甲咱的欠缺所在，所以只有主是迄个最后的迄个审判者。若有人伫咧即件代志伫遐咧评论的时阵，咱唯一会用做的代志就是离开，无搁伫咧迄个中间伫遐男的伫遐来做任何的评论。当咱来知影讲，当咱伫咧伫遐论断任何人的时阵，拄好正拄好是咧宣告咱家己想要做主做王，也拄好咱也伫迄个中间，伫遐像伫遐宣告讲，咱要代替上帝来伫遐行审判的即件代志。所以共款，咱也会发现伫咧教会内面，咱会发现讲，常常安尼有一寡教会安尼常常无人愿意出来奉那个侍奉。刚才咱会安尼听见伊会讲我无时间，是讲即件代志别人比我较敖，即个服侍是讲伫咧服侍过程见大概服侍拢有人嫌，是讲安尼。总是有一寡无要服侍，却是出一支喙的人，伫咧迄个中间。所以咱会通发现，伫咧这个原因，不管安尼，这个无愿意服侍，是惊服侍的这个原因，咱若注意听，咱就会发现讲，因所安尼在意的，是伫咧人的眼光，较侪过伫在意上帝的眼光。伫咧创世纪。当即个阿当伊伫咧即个爱甸农园内面，伊伫遐食了上帝所吩咐迄个袂通食的即个分别善恶果的即个树的顶的即个果子的时阵，上帝问阿当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伫倒位？你在哪里？
伊伫迄中间啊，即个阿东伊伫遐讲安怎？伊讲啊，我伫咧园内听着你的声音，真惊。伊伫遐袂食进前，听着上帝的声拢袂惊的。但是伊后来伊当食了迄个分别神个的果子的树的即个果子了后，伊听见上帝的声，伊会惊。伊讲，因为我赤身裸体，佮安尼就眯起来。上帝就问伊讲，安尼什么人甲你讲你赤身裸体？你是毋是食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的果子？伫咧真侪时阵。咱会通看见，伫咧即个所在，伊伫遐上帝讲，啥物人甲你讲，你赤身裸体，表示讲有一寡代志是咱毋知，但是咱想要知，结果知影了后，对咱家己嘛无啥物好处。所以伫咧真侪代志的顶面，有当时咱想要知，结果。致使到咱想要做上帝，咱要伫迄中间做陪伴，致到咱甲人的关系破裂，结果咱嘛甲咱家己的关系破裂。所以咱会通看见一个安尼，就伫咧迄个时刻开始，啊，真不幸的人就原底本底是一个迄种无有家己、无做的、无有惊吓迄个性命，则变做变做一个。安尼只有家己，因为看家己最大啊，变做一个各有罪的一个性命，人就开始会晓知影讲要来装扮家己，要伫遐来稳重来立起来，安尼真惊安怎被拒绝，在迄款的惊吓的内面，咱诚做基督徒了啊，咱的安尼。情况嘛无讲马上变好，因为咱真侪时阵，咱游玩搁继续活伫咧即个咱讲叫做3度空间的内面，甚至比一寡遮的无神论的人啊，搁较辛苦，因为咱还搁比因还搁较无用啥物代志，无用戴起咱的面具啊，咱的即个面具。去招呼甲上帝有关的遮个人代志，甲着遮个一寡人事物的代志，咱无法度接纳家己，总是爱装扮，甲咱亲像咱以为咱安尼会，互人受到接纳安尼迄款的款式，来到伫即个外界安尼来安尼，咱讲相处，包括咱可能嘛爱。安尼，甲咱将咱家己包装好势，咱才有法度甲上帝伫遐中间来相处。这个3度的空间是啥物款的3度空间？就是第一个空间，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迄款的，也就是伫咧咱的灵的部分，咱到底咱用啥物？咱甲上帝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关系？第二个是咱活伫咧别人的眼光的内面，这是讲到咱的魂的部分。第三是包括伫咱的体部分，就是咱安怎来看待咱家己本身。咱失去了迄个喜乐甲和平、迄个平安的迄款的原因，往往是伫咧咱伫咧即个3度空间内面，伫遐咧错乱，互咱安尼着爱不三时伫遐安尼带着3种无共款的面具，伫遐一直伫遐咧安尼换来换去。咱想象讲，咱过去伫咧迄个四川的川剧。伫遐咧，说一个换一个，就马上搁换一个面。咱做基督徒，敢嘛要亲像安尼？入来到教会是一个面，安尼入去到进入这个世界，又搁是另外一个面。是咱是讲咱转去到咱的家庭，咱家己伫遐安尼家己一个人的时阵，咱就搁换另外一个面，原底迄个面转来。安尼久了，安尼敢毋是真忝？原来咱原本咱无法度真安尼真正明白上帝，伊原底本底是安尼，竟然是迄款安尼真诶无条件诶，安尼照着咱诶本相伫遐来接纳咱，来听咱，
就较亲像伫咧罗马书内面伫遐讲起着讲，不过上帝对咱来证明，伊听咱要是罪人的时阵，基督有替咱来死。所以上帝伊接纳咱的本相，是伫咧咱抑阁伫做罪人的时阵。所以咱伫遐，咱讲起着咱爱悔改，毋是咱咧悔改，毋是靠着咱家己的迄个意志，最后安尼将家己搁带入去，安尼咱若是靠着家己的意志要来悔改，结果是啥物货？咱是进入一个搁较深的迄个安尼懊悔哦，迄个安尼痛悔伫遐自我定罪的内面，因为无法度接纳家己，才滴到安尼那愈来愈累积，愈来愈沮丧。所以伫咧英语的内面有一个字，这个字叫做 repent。repent 的意思我想应该是搁较贴切咧讲到这个悔改这个意思。伊的意思是啥？是回到重新有点那个更新转去到伫什么所在 ？pen 的意思是 penthouse， 就是回到阁楼。安尼是啥物款的意思？就是咱愿意互圣神来伫遐来，甲咱安尼带到伫即个阁楼的所在，用着即个天安尼天顶，用着安尼对迄个天顶，用着上帝的眼光，重新搁一摆来看咱家己，就会通安尼重新亲像上帝共款，迄款无条件来接纳咱家己。这就是悔改。一个真正的悔改，不但是会通帮助咱进入到伫迄个上帝的眼光伫到咱有能力伫遐来安尼，咱讲迄个接纳家己，也会通带着咱安尼来进入一个，咱会通安尼，迄个讲安那，迄个靠家己无法度达到的迄个咱讲境地，或者说境界。咱竟然会通安尼无条件伫迄个中间来，互咱来接纳别人，因为当咱有法度来接纳家己的时阵，咱嘛才有法度无条件来接纳别人。就较亲像伫咧罗马书另外一个所在所讲到，伊伫遐讲起着啥？所以为着荣耀上帝，恁着互相接纳，亲像基督有接纳恁。这也就是咱今仔日的这个经段的内容。当咱带着基督的迄个接纳来接纳上帝所创造的另外一个机体的时阵，就较亲像咱安尼伫咧这个山谷的内面，咱伫遐大声伫遐喊着讲我爱你，迄个山谷安尼伊会安怎？伊会传倒转来同款的迄个呼喊讲我爱你。即款的呼唤就是啥物货？就是伫咧咱今仔日的迄个经文内面讲的，亲迄落安尼归荣耀互上帝。正确的悔改也会通帮助咱重新来伫遐来整合迄个已经互咱伫咧即个世界安尼已经扭曲支离破碎的迄个三度空间。来，搁一摆带动咱家己的迄个灵魂体的迄个合一，伫咧上帝的迄个安尼听的内面，咱伫遐安尼被接纳，咱甲上帝合一。咱搁用着上帝所赐的迄个听，甲迄个眼光，咱甲别人来伫遐来合一，来恢复到伫上帝安尼创造咱的开始的时阵的迄款的一度的空间，咱。安尼恢复到伫爱电动的迄款的无家己、无烦恼、无惊吓迄款的喜乐甲平安的内面。所以弟兄兄姐，咱拢希望咱被接纳有人接纳咱咱就被肯定。人若拒绝咱就受到安尼挫折。咱的个人的迄款的价值，甲着迄个肯定。
就因为人接纳咱，也是拒绝咱，咱的心就伫咧中间伫遐起起落落。咱的情绪，那安尼时常怎安尼定定安尼变甲足暗的，一心想要讨好人，来得到人的接纳。我毋知影讲，咱来到伫教会做礼拜时阵，你来教会做礼拜，你到底你是为着啥物话来做礼拜？有个人会讲我是为着某物人，伊爱我来。有个人讲我惊讲我若无来，某物人伊会对我讲啥物话，也是讲对我安怎？有啥物款的佮甲我有啥物款的批评？如果咱若敬拜上帝，即个上帝毋是咱出伫咧咱迄款的安尼，因为上帝是值得咱敬拜，咱欢喜伫咧即个主日的时阵，来到伫上帝面前，伫遐来敬拜伊，来伫遐来学乐伊，乃是咱伫迄个中间，咱来做礼拜是干那要来讨好人，甚至有个人讲我着来做礼拜，我有互牧师看到。安尼，迄个礼拜，敢是得到上帝所欢喜感纳的？咱个人的迄个价值，甲迄个肯定的迄个基础，咱无应该建立伫咧迄个人的迄个顶面，乃是应该建立伫咧耶稣的顶面。不管咱好还是无好，咱拢有可能会被拒绝。被人拒绝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代志吼。因为连耶稣嘛，互人拒绝。既然是安尼，咱若互人拒绝的时阵，咱只不过是甲叫做拄啊好安尼若定。因为连主耶稣都互人拒绝，搁互人顶去甲十字架顶，所以咱受人批评，咱受人伫迄个中间对咱有啥物款的对咱的拒绝，是拄啊好若定。但是咱爱知影是咱要应该爱安怎来面对。人对咱的迄个拒绝，所以第一个咱需要知影的是，耶稣伊无条件接纳咱，耶稣伊接纳咱是因为咱的好，是咱的无好。有人伫遐努力，伫遐安尼努力要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希望会通安尼来得到主耶稣的疼。事实上，咱会通看见的是，咱无法度做啥物话来互耶稣对咱搁较济来疼一寡，也袂因为咱做了啥物款的代志，互耶稣来对咱对咱的疼来减少一寡。耶稣对咱的疼是一个无条件的迄款的疼，的迄个接纳，伊永远拢无改变。所以当咱伊。伫遐，咱听到今日经文讲，当咱抑搁做罪人的时阵，伊就为着咱来死。就甲亲像迄个咱伫咧迄个路加福音内面讲起着迄个那亲一无是处的迄个农主共款，伊伫遐安尼，互伊的老爸安尼伤心甲袂顾哩。但是咧，当伊转去到伊愿意回转转去到伫伊老爸家的时阵，即个老爸听并无改变。迄个老爸犹原伫遐来接纳，搁伫遐来保护伊，真安尼真惊。即个农主等伊转来，伊过去原底本地伊伫遐安尼伫遐伫咧老爸财产的时阵，伫遐来老爸来讨财产。伫咧因当初时的迄个时阵。迄是那亲像咧咒诅老爸死，那亲像安尼的时阵，即款的囝儿是伫咧迄个时代是爱互人用石头钉死的。老爸赶紧接纳即个囝儿，佮用着手指甲着迄个外袍来甲伊抹起来，对伊的迄个接纳，佮毋但安尼，佮摆设宴席来伫遐来欢喜快乐。这就是耶稣对咱迄款的无条件、迄款的疼，甲迄个接纳，并无在伫咧咱做啥物，也无在伫咧咱安尼会通来对伊有啥物款的回报。所以，就算讲全世界拢对咱无好，耶稣依然接纳咱。只有当咱愿意悔改，
耶稣伊就无伫迄个中间来记录咱过去咱所做，伊的确要接纳咱。第二，咱安尼当人拒绝咱的时阵，咱就应该爱无条件来接纳咱家己。因为既然耶稣伊就法度无条件来接纳咱，咱兼安尼会通安尼来无条件来接纳咱家己，是安尼互人甲着即个被人拒绝来迄落安尼来相比的时阵，佫较严重的是咱家己拒绝咱家己，就是别人伫遐安尼拒绝咱的时阵，咱看见咱家己的软弱甲失败的时阵。来抵到咱家己伫遐无法度来接纳咱家己，咱就活伫咧迄个安尼迄个懊悔，甲着迄个定罪、自我定罪，甚至伫迄个中间伫遐来自暴自弃，无法度搁再徛起来。咱会通看见真侪基督徒伫咧迄个伊伫遐家己伫咧祈祷的时阵，伊嘛。发现家己过去有啥物款的安尼假设，伊伫迄个中间伫遐祈祷求上帝赦免。但是咱既然求主赦免，咱主就已经赦免咱，但是咱却一直搁活伫咧迄个过失的迄个中间。如果是安尼的时阵，安尼是毋是主伊无赦免咱？所以，当咱伫咧主的面前，伫遐求主赦免、求主怜悯咱的时阵，咱搁过来，咱就应该开始改变咱的生活，改变咱的心情，重新来接纳咱家己。除非咱搁重新搁安尼跋落去伫咧迄个罪中间。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安尼面对着咱家己过去的时阵，咱伫遐求主赦免、求主。了赦咱了，咱是应该重新来接纳咱，亲像主接纳咱同款。如果咱也无法度接纳咱家己，咱嘛无法度接纳别人。咱要怎样来接纳咱家己？咱大先，咱需要去安尼来甲伊背清楚。咱接纳咱家己，是因为咱家己好，是咱家己无好。咱接纳咱家己的基础无在伫咧咱家己，乃是因为。也毋是因为照着别人对咱的迄个接纳，乃是因为耶稣已经无条件来接纳咱。这是伫咧罗马书第8章内面所讲到的。因为伊为着咱的罪已经死过，互咱来，因为伊的安尼已经替咱来受死，来互咱来得到称义。既然耶稣伊赦免咱。接纳咱还阁有啥物理由伫遐来定咱家己的罪？耶稣伊对咱迄款的无条件，迄个接纳已经有够硬，互咱伫咧互咱来无条件来接纳咱家己，犯了错，只要愿意来悔改，耶稣就无条件来接纳咱。所以也因为只有耶稣。对咱迄款的无条件的接纳，当咱安尼会通无条件来接纳咱家己的时阵，咱才会通得到迄个完全的自由。无搁再安尼受到迄个别人到底伊有接纳咱，有甲咱肯定无？咱的心内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安尼伫遐安尼背白，伫遐安尼心内伫遐安尼七上八下。第三，咱需要的是。咱嘛爱无条件来接纳别人，咱无条件接纳别人，是因为别人的好，是别人的无好。咱会通接纳别人，毋是因为别人的好，乃是因为耶稣伊已经无条件来接纳咱。耶稣无条件已经接纳咱，是咱无条件来接纳别人的迄个基础。因为耶稣已经互咱安尼的恩典，咱嘛应该安尼来去对待。每一个人，咱若无法度安尼无条件来接纳别人，耶稣伊对咱的警告是啥物货？伊伫遐讲起着讲，恁若赦免人的假释，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假释。所以，
咱需要的是啥物？无条件会接纳别人，无伫遐安尼讲，到底无咱讲不在乎吼。迄个别人到底伊有改变，还是无改变？伊有悔改，还是无悔改？因为个人伊爱伫咧上帝面前来伫遐安尼交账，因为每一个人拢爱为着伊家己所行所做来向着上帝来交账，所以无在伫咧咱到底即个人伊对咱所做，咱伫迄中间伫遐来过来甲重新过来甲定罪，无必要，因为伊自然伊需要来对上帝来交账，所以亲像耶稣伊伫遐甲咱教示的，伊讲安那讲恁了赦人的过犯，安那恁了赦恁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嘛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过失。所以这是咱必须要了赦别人的过犯，甲着过失这是咱应该尽的本分，这是主伊所教示咱的。所以咱若会通无条件来伫遐接纳别人的时阵，人就伫咧迄个中间，看见咱的主耶稣基督，咱的天父就得到荣光。这就是咱今仔日伫咧这罗马书内面第15章第7节内面所讲起着的，也就是咱需要伫咧中间彼此来互相接纳，咱才会互上帝来得到荣光。第四是别人接纳咱，当咱了解着咱人称耶稣无条件接纳咱，咱嘛无条件来伫遐来接纳咱家己，搁着咱无条件来接纳别人，搁伫迄中间伫遐实践的时阵，论真讲，别人也会因为伫咱的迄个咱所活出来迄款的性命来受到迄个影响，来接纳咱，关系就有迄个机会来得到恢复。咱若搁讲倒转来，就算讲别人伊的接纳，也是讲无接纳咱，嘛无应该诚做嘛无迄落无应该安尼无需要诚做对咱的迄款的安尼的影响，因为咱接纳咱家己的基础无搁再是伫咧别人对咱的接纳，也是无接纳，咱无搁再受到别人的迄个眼光，甲着因的迄个反应来安尼，互咱来受到影响。就甲亲像伫咧初代教会遮个使徒共款，因伫咧因所行的代志顶面，因伫遐无安尼惊人的眼光，伊伫遐勇敢来安尼活出一个安尼要互主得到欢喜迄款的生活。所以彼得甲约翰，伊伫咧公会面顶，伫遐对着遮个公会的遮个祭司头，甲着遮个经学士，因安怎讲？伊讲听叹恁才着，还是听叹上帝才着？伫上帝面前，恁家己判断。我会当看见着咱真侪时阵伫咱的伫咧教会界内面，咱时常拢较要义是咧听叹人，但是圣经内面所教示的是。听叹上帝才对，所以弟兄兄姐，英语内面有一句叫做已经被整合完成，这句叫做 integrated，这句伊伫遐讲起着安尼讲一个人，伊若确实安尼。伫咧即个咱头仔讲的迄个3度空间，伊伫迄个中间来安尼得到整合完成。整合完成了了，成做一个安尼一个较完整的人的时阵，迄是一个安尼讲叫做真实的人格。伫咧即两字中间的即个差距，就是伫咧安尼看见一个人的性命伊的状态，伊原底本伫咧迄个3度空间。伊搁一摆重新恢复到伫上帝伊所创造的时阵，迄个元素的迄个一个人的迄个叫做1度空间，
诚做一个正讲叫做无己哦，无有家己真实的人，安尼的人才会得到一个安尼对上帝来迄款安尼所属的迄款的平安喜乐伫咧伊的心内。咱安尼的时阵，咱伫咧不管咱所行所做的代志，咱所做拢是照着上帝放伫咱的心内的迄款的平安喜乐，咱才是一个真实完整的迄个人格，咱就袂阁受到安尼侪人的眼光、人的想法来伫遐影响。咱更较要义的是伫咧上帝怎样来看待咱。所以真侪时阵我拢会安尼伫遐强调，讲咱到底是要互人来对咱的迄个评价，还是上帝安怎来看待咱？所以咱所行所做，咱拢是为着要互上帝怎样，伊伫咧对用着上帝的眼光，重新搁一届来看待咱。所以咱若伫遐，咱所行所做，若有啥物款的错失，迄个失错，咱是应该转来到伫上帝的眼光来看。如果若有失错，咱求上帝赦免，主伊的确要赦免咱。咱袂甲亲像真侪时阵，咱会通看见着伫咧教会做礼拜时阵，也是讲伫咧做啥物款的代志顶面，咱拢干那伫遐在意着别人的眼光。安尼迄款的迄个礼拜，是咱伫遐所行所做，咱无真正得到喜乐，佮咱的迄个礼拜嘛袂得到上帝欢喜感啦。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思考，咱到底咱要活出一个啥物款的性命，也咱伫咧透过着，因为咱对上帝领受迄个疼，咱会通伫迄中间来彼此接纳，佮迄个接纳，咱毋是干那接纳咱安尼接纳咱家己，咱嘛接纳别人，佮互咱伫咧迄个中间彼此来安尼领受上帝的疼。所以，搁一摆，咱搁一摆来重新来想，不管咱伫咱的性命好还是无好，拢有可能被拒绝的即个情形之下，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咱安尼拄着被人拒绝的时阵，咱要怎样来面对？相信咱头拄咱所领受的，会通搁一摆帮助咱，搁一摆重新来去看待。当咱被人拒绝的时阵，咱怎样来面对？搁咱要怎样知影？伫咱的生命内面，那咱爱知影着，咱的焦点是伫咧主耶稣。犹原咱会有迄个情绪受人影响的时阵，安尼伫咧咱的生活中间有倒一项代志，上需要互咱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无搁再互人受人的影响。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面对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咱搁一摆来深受伫咱的内心内面，搁一摆来回想，咱有啥物款的代志伫遐一直不断来影响咱。咱咧做任何的判断的时阵，咱所考虑到的，到底是考虑主的想法、主的眼光，是咱伫咧是在意的咱家己的眼光，是伫咧人对咱的迄个看法，互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深想，咱调整好咱家己，搁一摆活出一个主爱咱活出迄款的款式，活出主爱咱活出的迄款安尼的生命。求主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主你命令阮、教示阮，着爱彼此相听。主啊，阮看见，不管是伫咧即个社会，是甚至伫咧教会内面。主，阮当时为着阮家己个人的因素，不管是为着个人的名声、地位、利益等等，有人伫即个中间伫遐安尼争执。恳求主圣神来光照阮，来帮助阮，互阮会晓得学习主耶稣的款式，迄个气权来互天父伫咧伊的生命内面掌权。主，阮也伫即个中间学习，
伫遐不断伫遐来放弃阮家己的迄个权利，阮无搁再家己来做主、做王、做上帝，乃是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互阮欢喜来彼此来接纳，因为主你已经大成无条件来接纳阮，阮也着安尼无条件来互彼此来接纳，甚至接纳阮家己。愿你的神不断伫阮的内心内面来引导阮、带领阮，互阮会通过着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特别是伫咧即个一年的开始，祝阮主你来仰望，愿你亲自来带领阮过着一个安尼丰富满满对主你来迄个平安喜乐的人生。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们。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72首，圣诗第72首。耶稣，阮伫倒位找你？请起立吟全首。耶稣，阮伫倒位找你？已经离世界。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你是我所找。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咱着注意看你身边的兄弟姊妹，拔头看你边仔的人。听咧，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听咱的安尼伫咧咱边仔的兄弟姊妹有啥物款的心声？关心，耶稣阮伫生手中，咸会望着你，你传教士所传道理，咸会听着你。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好好看，看你身边的兄弟姊妹，听咧，注意听，听因的心的声音来甲因关心。耶稣阮伫忍受心中，咸会忍捌你。耶稣阮伫计划哪度，咸会找着你。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看较远嘞，毋是干看你边啊，看搁较远嘞，眼神对着伊，听咧，安静来听上帝以及咱的兄弟姊妹的声音。关心，耶稣阮伫耶稣身边，咸会望着你。耶稣阮伫见着光景，咸会看着你。看你身边的亲姊妹，搁一摆看，换无共款的角度来好好啊看。听咧，关心，耶稣阮伫生咸会看着你。耶稣阮伫高手迷茫，咸会看着你。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好好啊看。听咧，关心，耶稣阮伫世界迷茫，咸会看着你。耶稣阮伫世上，咸会看着你。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搁一摆来看。好好来看，听咧，好好来
来听，欢喜。请坐。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请陈文兰执事。请起立，因11奉献诗。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阁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啥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脚前是出外人，是寄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比例。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请咱同心来感恩奉献，请陈文兰执事、张淑芬长老。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歌。
的爸啊，阮知影世界的一切拢是你所有的，阮你短短的时间，但是做你淡薄仔的管理。即一两礼拜，台湾的教会有真侪代志发生，互真侪人伫讨论，求你互阮教会有智慧，毋管是发生的代志，毋管是奉献的讨论，也是建堂的讨论，阮通伫台北的教会发生的代志，去学到智慧。求你恳求互阮智慧讲，因为阮教会伫未来嘛要建堂，嘛有共款的代志爱去处理。你甲阮讲过，阮袂使拜两个主，咱当头有一个主，袂使去拜马门，搁去拜你。求你互阮智慧知影讲，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有，阮当是过手的管理尔。今日感谢你，互阮有淡薄仔通奉献，求阮教会通有智慧去来使用。今仔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太侪。请咱同齐来读本周经句。好，咱同齐。所以为着荣耀上帝，恁着互相接纳，亲像基督有接纳恁。咱搁读一遍。所以为着荣耀上帝，恁着互相接纳，亲像基督有接纳恁。罗马书15章第7节。这是咱来报告，伫报告在先，敢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Hello， 好久没有回来，芬兰，聊芬兰。好，欢迎来跟我们一起做礼拜。好，咱即马来看报告，伫周报第6页，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是一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2点，后主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请兄弟为着国内外宣道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3点，正月22就是礼拜日，是咱新春的初一，欢迎兄弟合家参加新春清社礼拜。要提醒大家，迄天是合堂，互阮伫开春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具体消息，第1点，正月初10，也就是拜二暗时7点伫本会2楼青年馆国际纪念会宜兰支会有召开月例会。第2点，正月14，也就是拜六下晡2点伫本会。市中妇女事工部南洋区举办联谊会，主题是更新戒毒事工，用特别的爱来改变特别的人。讲员是陈振修牧师，欢迎参加。第3点，正月16拜一伫济南教会举行第72届议会，牧师甲代议长老彭玲慧双方面要代表参加。代祷事项，请参观本会每周的代祷函。注意事项，请咱家己来过目。顶周聚会出席奉献报告，嘛请咱家己来看。事项表，服侍当工，请预备心。会计报告，请家己来看。若有毋对，办公室来更正。以上报告，牧师敢有要补充？兄弟平安，咱请咱共同关心吼，迄个随乡长老的6仪吼，今仔日下载都差不多伫咧9点的时阵，甲我通知，吼应该过往吼，所以咱关心也为着搁过来后壁的这个后续的代志来代祷吼，会通一切拢得到平安顺利，也咱。搁一届提醒吼，因为真侪时阵咱合堂的时阵吼，拢无注意，结果有人吼
安尼亲像顶礼拜，共款是荷塘礼拜吼，啊有人已经咱礼拜煞，啊才来讲要来做礼拜，讲要来做第二堂的礼拜，所以教会拢一定拢有牵讲当时合堂，佮拢会伫咧交代到下迄个所在，拢会打讲下礼拜是合堂，所以请咱爱注意毋好佮袂记哩看，是讲无注意着，是讲袂记哩第四到结果要来做礼拜，结果已经人礼拜已经结束，以上。好，谢谢牧师。即马佫一个报告吼，信仰查经班今仔日要暂停，吼。好，咱即马同齐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伫新的一年，继续带领阮每一个家庭，每一天的脚步。你要用圣经的话鼓励阮，袂记你2022年的失败，永远毋通绝望。如果你若绝望，爱伫绝望中搁徛起来，因为天父你伫头前等阮，倚靠你的人，你绝无放杀。就像保罗讲的，袂记你背后。努力面前，往着标杆跑走。感谢天父，伫你的话语中，每一天拢得到力量。伫一届搁一届的祈祷中，看见困难被改变，看见望代替了失望。感谢你对天顶降落恩典，赐予超找你的人，伫疫情中保守阮健康平安。就算确诊也得到好的医治，恳求天父面对新的变种病毒，有对主内的平安，保守全球气候变迁造成的天灾人祸，俄乌的战争会当早日结束，受苦的百姓会当得到扶持安慰，保守教会宣教事工、社区弱势关怀。设到70周年献堂，拢有圣神的光照甲引带，保守教会兄弟新生年得到永壮，病得到医治。感谢天父，阮安尼祝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颂咏银丝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你搁一届来教导阮、引带阮，互阮知主你怎样无条件来接纳阮，也阮也着无条件来接纳阮家己，也接纳别人，搁互阮会通伫咧彼此的接纳过程内面，阮领受对主你迄个丰盛的疼痛甲恩典，也要施恩赐福伫阮逐人的顶面，也互阮伫咧彼此的接纳甲疼痛的过程内面，来将一切荣光归伫你。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
济灭道避讳。